梅毒係一種由梅毒螺旋體細菌引起嘅感染，主要嘅傳播途徑包括肛交、陰道交或者口交嘅時候冇使用到安全套，尤其係同已經感染咗嘅潰瘍傷口有直接嘅接觸，仲有輸血感染，同埋患者喺懷孕期間將梅毒經由胎盤傳染俾胎兒，即係先天性嘅梅毒。梅毒嘅潛伏期大概係9至90日左右，平均係21日。如果冇接受適當嘅治療，患者可能會經歷唔同嘅感染階段，包括冇任何病徵嘅隱性期。喺第一期，患者會喺性器官、口腔或者肛門出現細小但係唔同嘅潰瘍，俗稱下疳。而呢啲潰瘍可以維持3至6個星期，同埋無論有冇任何治療都可以自行消除。不過要記住，冇潰瘍唔代表已經好返。第二期，梅毒病菌開始入咗血液，散播全身，影響全身嘅組織同埋器官，身體會出現唔同嘅症狀，例如發燒、攰、唔痛唔癢嘅紅斑、淋巴腫脹或者喉嚨痛。紅斑會喺手掌或者腳掌出現，而灰色或者白色嘅大病灶，學名叫做扁平濕疣，有機會喺濕潤嘅地方出現，例如口腔、胳肋底或者下體等等。而隱性期通常喺第2期同埋第3期之間，冇任何嘅病徵，同埋可以持續好多年。至於第3期，即係晚期，少數情況下梅毒潛伏喺身體幾年甚至幾十年，係可以入侵腦部、脊椎、心臟或者神經系統，最嚴重係可以致命嘅。先天性梅毒係指細菌可以由媽媽經由胎盤傳染俾 BB， 有機會引致胎死腹中或者流產。冇得到治療嘅 BB 可能會有唔同嘅後遺症，包括發展遲緩、癲癇、失明或者失聰等等。至於治療方面，醫生會根據唔同感染時期使用唔同嘅治療方法，包括口服抗生素同埋注射藥物。梅毒係可以根治嘅，懷孕期間都可以接受治療。醫生可能會需要跟進病況1年左右，而檢查嘅方法包括有快速驗血測試同埋抽血測試。